中华民国115年4月16日，岁数丙午年，农历2月29日至良辰嘅时，强势本校南调基撇成，好媳妇丹玉芳，好女儿金花，素贞阴红，金辉家运一动，金美酒类古品，乡土乡邻之意，下类贵店，见古半公为名，迎合老成亲，享上寿113名，尊我父亲带领至调前国，敬爱爸爸。今仔日是咱家出殡告别的日子，有这么多敬爱你的亲朋好友，以及咱友好的囝儿孙，拢团聚在你的面前。阮看在眼内，日日在心中，回忆起你为阮受尽重重的辛劳，对阮百般疼爱与照顾，这份情，岂是阮用负担两字会当形容？敬爱爸爸，你为阮所做一切，无非是要阮的亲友人情，徛会起有面子。如今，你正当要接受阮好极的时阵，所以离去了这群敬爱你的亲朋好友，以及咱和乐的家庭，手着情义好不止，主要用义情不败，着保亲恩保袂尽。念珠在之，我落去做囝儿四世责任，听咱所有时代教师，好好教咱的孙辈，认真拍拼，将来在社会上有美好的成绩，以荣耀咱华府的门楣，也期望父亲带领你。在佛陀的接引之下，往生西方极乐净土，愿经听法，逍遥富自在，可为上香，永世后人调基夜头，撇成夜头，新妇玉芳。好女儿金花、素贞、阴红、金辉、家运拢夜头，再向阿爸行过运嘞。这先起来要紧，到咱个几啊吼。来，你同再向阿爸叩首行礼100，再叩首，3叩首。咱大家拢听听，看来哦，小心啦吼！咱退后一步，合掌行礼拜，再跪，再向爸爸叩首100，再叩首，丢叩首。咱大家搁徛徛，咱搁再退一步，再跪，再向阿爸叩首100，再叩首，几乎叩首，咱大家拢徛徛，合掌向爸爸行礼。拜，
內成。來，大兄姨兄，徛倒來食面。